講起俄羅斯，你腦海入邊浮現嘅第一個畫面係啲咩？係凍到抽筋嘅西伯利亞，係成日揸住支伏特加嘅戰鬥民族，定係新聞入邊嗰啲令人聞風喪膽嘅軍事行動？呢個橫跨歐亞大陸嘅龐然大物，總係好似披住一層神秘面紗咁。有人話呢度係冒險家嘅樂園，亦有人話呢度係罪惡嘅溫床。今日我哋就一齊剝開呢一層硬掘掘嘅外殼，帶大家深入呢個全世界最大嘅國家，睇下喺嗰啲宏大嘅敘事背後，普通人嘅真實生活到底係點樣嘅？而喺呢片廣闊嘅土地上邊，又隱藏咗邊啲令你意想不到，甚至可以話係驚到下巴都跌埋出嚟嘅事實。首先，我哋要講嘅第一個事實就係關於呢個國家大到有幾離譜。你可能知俄羅斯好大，但你絕對想象唔到佢到底有幾誇張。我哋習慣講太陽由東邊升起，西邊落山，但喺俄羅斯呢句說話可能要打個問號，因為當俄羅斯最東邊嘅人準備起身迎接新一日嘅時候，最西邊嘅人可能先啱啱食完晚飯，準備去蒲。呢個國家橫跨咗11個時區，你想諗下，如果你要由俄羅斯呢頭坐火車去嗰頭，你需要花成整整1個星期嘅時間。期間你會見到窗外嘅景色由森林變草原，再變成凍土。呢個唔單止係距離嘅跨越，簡直就係一場時間旅行。你以為咁就完啦咩？更驚人嘅係，俄羅斯嘅國土面積甚至大過冥王星嘅表面積，係咪覺得有啲不可思議呢？我哋人類居住嘅一個國家，竟然大過1個星球，咁就導致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啦。喺呢個國家入邊，你可能會遇到完全唔同嘅氣候啊。當索契嘅人喺海灘曬緊太陽嗰陣，雅庫茨克嘅人可能正裹住3層皮大衣，喺度對抗緊零下50度嘅嚴寒。講到嚴寒，呢度就引申出我要講嘅第二個事實：俄羅斯嘅凍絕對唔係講笑嘅。雖然全球暖化係熱門話題，但喺俄羅斯某啲地方，寒冷依然係主宰一切嘅大佬。世界上最凍嘅人類居住地就喺俄羅斯，嗰度叫奧伊米亞康 （Oymyakon）。嗰度嘅氣溫曾經低到零下71.2度。呢個係咩概念？喺呢種溫度之下，你呼出嚟嘅氣會瞬間變做冰渣。如果你將一杯滾水潑向半空，佢會喺跌落地之前就變做一團冰霧。喺嗰度生活嘅人，車係唔可以熄匙㗎，因為一熄匙，褲計就會被凍住，再都發唔喐，甚至連眼鏡都唔可以亂咁戴，因為金屬鏡框會黐住你嘅皮膚。當你想除落嚟嗰陣，可能會連皮帶肉撕埋落嚟。但係你以為咁凍嘅地方就冇人住？錯啦，嗰度依然住住一班好硬淨嘅俄羅斯人，佢哋照常返工，照常返學。班細路要到氣溫低過零下52度先至唔使返學。呢啲喺我哋眼中簡直係無法想象嘅生存挑戰，對佢哋嚟講卻係日復一日嘅真實生活。喺咁極端嘅環境之下，俄羅斯人揾到一種獨特嘅御寒方式。呢個就係我要講嘅第3個事實，關於伏特加。好多人覺得俄羅斯人愛飲酒係因為生性豪放，但其實呢種更多係一種生存本能。喺俄羅斯，伏特加唔單止係一種酒精飲品，佢幾乎被視為一種神聖嘅液體，甚至係一種貨幣。喺蘇聯解體後嗰段混亂時期，盧布貶值到好似廢紙咁，好多老師、醫生嘅糧出唔到，或者出咗都買唔到嘢，嗰陣伏特加就變咗硬通貨。你可以用幾支伏特加換個維修工幫你整嘢，甚至可以換到1車煤炭過冬。有一句誇張嘅笑話話，俄羅斯人血管入邊流嘅唔係血，而係伏特加。雖然而家俄羅斯政府為咗國民健康開始限制酒精銷售，例如夜晚10點後禁止賣酒，但呢啲依然動搖唔到伏特加喺俄羅斯文化入邊嘅地位。對於好多俄羅斯男人嚟講，冇嘢係一支伏特加解決唔到嘅，如果有就2支。不過呢種對酒精嘅依賴亦都帶嚟嚴重嘅社會問題。俄羅斯男性嘅平均壽命一度得嗰50-60歲，
呢個喺現代國家入邊係非常少見嘅低數據，其中好大一部分原因就係酗酒。既然講到男性壽命，我哋就不得不提第四個事實，就係俄羅斯嗰個令人驚訝嘅男女比例失衡。呢個可能亦係好多人對俄羅斯感興趣嘅原因之一。傳說呢度係男人嘅天堂，因為美女如雲，而且女多男少。呢個事實係真嘅，但背後嘅原因卻好沉重啊！俄羅斯嘅女性數量比男性多咗1000多萬人，呢個巨大嘅缺口主要集中喺30歲以上嘅年齡段。造成呢種現象嘅原因係多方面嘅。歷史上1940年代嗰場慘烈戰爭帶走咗大量男性人口，雖然過咗幾十年，但呢種人口結構嘅創傷依然有影響。再加上我哋頭先提到，俄羅斯男性因為酗酒、冒險行為同意外導致高死亡率，令到好多俄羅斯女性面臨擇偶困難。所以喺俄羅斯，你會見到好多非常優秀、靚女、受過高等教育嘅女仔，竟然喺度為咗揾唔到合適對象而發愁。呢樣嘢亦導致俄羅斯女性好注重外表，佢哋出門口倒垃圾可能都要化妝住高踭鞋，因為競爭太激烈啦，佢哋必須時刻保持最佳狀態。接落嚟呢個事實可能會令你覺得有啲好笑，但又非常真實，就係第五個事實。俄羅斯係行車記錄儀嘅王國。如果你喺網上搜尋行車記錄儀嘅合集片，你會發現絕大多數最瘋狂、最不可思議嘅畫面都係嚟自俄羅斯。點解俄羅斯人咁鍾意裝行車記錄儀？係因為佢哋鍾意拍戲咩？當然唔係啦。呢個係因為俄羅斯嘅道路狀況非常複雜，交通規則嘅執行力度有時都唔係咁理想。再加上有撞車黨存在，同埋警察處理事故嗰陣可能出現爭議，令到普通俄羅斯司機不得不學識自保。喺俄羅斯揸車，你可能會遇到突然喺樹林衝出嚟嘅熊，可能會遇到坦克過馬路，甚至可能會遇到流星劃過天空。呢個唔係講笑。當年車里雅賓斯克隕石墜落事件就係被無數個俄羅斯司機嘅行車記錄儀由各個角度完整記錄低。呢啲鏡頭唔單止記錄咗事故，亦記錄咗呢個國家最荒誕同真實嘅一面。可以話，如果你想睇最真實嘅俄羅斯真人 show，睇佢哋嘅行車記錄儀就夠晒。講到交通，我哋唔可以唔提第六個事實，就係莫斯科嘅地鐵。喺好多國家，地鐵只係一個污糟擁擠嘅交通工具，但喺俄羅斯，地鐵站被建成咗地下宮殿。呢個絕對唔係誇張嘅修辭。當你行入莫斯科地鐵站，你會見到大理石柱、精美吊燈、栩栩如生嘅雕塑，仲有絢麗嘅馬賽克壁畫。呢啲係蘇聯時期起嘅，當時嘅理念係想等勞動人民喺上下班途中都可以享受到藝術嘅熏陶，感受到國家嘅強大。每一座地鐵站都有唔同主題，有啲講革命歷史，有啲展示民族文化。而且莫斯科地鐵唔單止靚，仲特別深，有啲站點深達地下70-80米，坐扶手電梯都要坐成幾分鐘。呢個係因為喺冷戰時期，呢啲地鐵站仲被設計成防空洞，一旦發生核戰，成個莫斯科嘅市民都可以匿入地鐵避難。所以當你企喺嗰條深不見底嘅扶手電梯上面嗰陣，你其實係企喺一段厚重嘅歷史之上。第七個事實，關於俄羅斯人嘅性格，或者話係關於佢哋嘅表情。好多去過俄羅斯旅遊嘅人翻嚟都會話，俄羅斯人太冷漠啦，行喺街上面從來唔笑，服務員亦係黑口黑面。但呢個其實係一個巨大嘅文化誤解。喺俄羅斯文化入邊，無緣無故嘅微笑被認為係愚蠢嘅標誌。有一句俄羅斯諺語叫傻仔先會無啦啦笑。對佢哋嚟講，微笑係一種珍貴嘅禮物，只應該留俾親人同朋友，或者當真係有咩好笑嘅事發生嗰陣。如果你對一個陌生嘅俄羅斯人微笑，佢可能會覺得你心懷不軌，或者覺得你腦袋有問題。但係
呢個唔代表佢哋唔友善，相反，一旦你同俄羅斯人變咗朋友，你會發現佢哋係世界上最熱情、最慷慨嘅人。佢哋會攞屋企最好食嘅嘢出嚟招待你，會為你掏心掏肺。嗰種外冷內熱嘅反差，就好似包裹喺冰層下面嘅火，一旦融化咗表面嘅冰，入邊嘅熱度會將你融化。接落嚟，我哋傾下第8個事實，關於俄羅斯一個特殊群體，就係貓。你可能知俄羅斯人中意養熊，嗰個當然係少數極端案例啦。但俄羅斯人對貓嘅熱愛係全民性嘅，而喺聖彼得堡嘅冬宮博物館、埃爾米塔日博物館有一群特殊嘅員工，佢哋就係冬宮之貓。呢啲唔係普通流浪貓，佢哋係有編制嘅皇家護衛。呢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幾百年前嘅伊麗莎白女王時期。當時為咗防止老鼠破壞珍貴藝術品，女王下令引進貓尾去捉老鼠。由嗰陣開始，呢啲貓就世世代代住喺皇宮，守護住達芬奇同米開朗基羅嘅傑作。而家冬宮博物館嘅地下室就係呢啲貓嘅屋企，有專門人員餵佢哋，甚至仲有專門嘅新聞秘書。每年3月或者4月，博物館仲會舉辦特許貓日，等細路入嚟畫貓。呢個大概係世界上最文藝、最有地位嘅一群貓。第9個事實可能會打破你對俄羅斯經濟嘅一啲刻板印象。雖然我哋成日聽人講俄羅斯經濟依賴能源出口，係個大加油站，但喺科技領域，尤其係軟件同互聯網方面，俄羅斯其實有好強大嘅實力。你知唔知？風靡全球嘅遊戲《俄羅斯方塊》就係蘇聯一位程序員喺1984年發明嘅。而喺今日，俄羅斯係世界上少數幾個擁有自己完整互聯網生態系統嘅國家之一。佢哋有自己嘅搜尋引擎，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呢啲平台嘅市場佔有率喺俄羅斯本土甚至超過咗美國嘅巨頭。俄羅斯嘅黑客技術亦係世界聞名。雖然呢樣嘢喺國際上成日引起爭議，但亦側面證明咗佢哋喺數學同編程方面嘅教育係非常紮實嘅。呢個係一個充滿矛盾嘅國家，一方面重工業發達，但輕工業滯後；另一方面喺最前沿嘅數字領域又佔有一席之地。第10個事實，我哋嚟傾下俄羅斯嘅迷信。你可能覺得戰鬥民族應該係天不怕地不怕，但實際上俄羅斯人非常迷信，而且佢哋嘅迷信規矩特別多，多到令你防不勝防。例如，如果你喺屋入邊吹口哨，屋企長輩一定會制止你，因為佢哋相信咁樣會將錢財吹走。再例如，如果你要出遠門，喺出門口之前，全家人必須安靜咁喺行李箱上面坐1分鐘，呢個叫坐上路。據講咁樣可以保佑旅途平安，避免唔記得帶嘢。仲有，千萬唔好隔住門檻同人握手或者遞嘢，呢個係大忌，因為門檻被認為係陰陽兩界嘅交界處，隔住佢互動會導致爭吵，甚至送花都有講究啊！送俾生人必須送奇數、單數、朵、偶數、雙數，係送俾死人噶。如果你送咗女朋友12支玫瑰，嗰個後果可能比你唔記得紀念日仲嚴重啊！呢啲迷信深深刻喺佢哋日常生活入邊，哪怕係受過高等教育嘅後生仔，有時都會下意識咁遵守。第11個事實，關於貧富差距，俄羅斯嘅貧富差距之大係令人咋舌嘅。喺莫斯科街頭，你可以見到鑲滿鑽石嘅豪車，見到富豪一擲千金買起成個球會；而喺幾百公里外嘅鄉下，你可能會見到仲用緊蘇聯時期農具嘅老人家，佢哋嘅生活費可能得返微薄嘅養老金。呢種極端對比係蘇聯解體後私有化進程嘅產物，少數寡頭一夜之間掌握咗巨大財富，而普通民眾就承擔咗轉型嘅痛楚。雖然近年政府試圖改善，但呢種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呢個亦造就咗俄羅斯獨特嘅社會景觀，極致奢華同赤裸貧困並存，就好似兩個平行世界交織埋一齊咁。第12個事實係關於俄羅斯嘅教堂文化。對於俄羅斯人嚟講，
沖涼唔單止係清潔身體，更係一種社交同淨化靈魂嘅儀式。俄羅斯桑拿叫班牙，嗰度可唔係俾你舒舒服服咁瞓喺度嘅地方？嗰度簡直係一場酷刑，入邊溫度高到嚇死人，而且佢哋仲有一個獨特習俗，就係用樺樹織紮成嘅掃把，用力抽打身體。你冇聽錯，係互相抽打。佢哋相信咁樣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將體內毒素排晒出嚟。抽到全身通紅之後，仲要衝出桑拿房，直接跳入冰凍嘅湖水入邊，或者跳入雪堆打滾。呢種冰火兩重天嘅刺激，據講係俄羅斯人強健身體嘅秘訣。如果你被俄羅斯朋友邀請去洗桑拿，仲被佢哋用樹枝抽打，千祈唔好嬲啊！嗰個係佢哋將你當做自己人嘅最高禮遇。第13個事實，關於俄羅斯嘅嘢食，除咗我哋熟知嘅紅菜湯同魚子醬，俄羅斯人對蛋黃醬嘅熱愛簡直去到痴迷嘅程度。喺俄羅斯，幾乎所有沙律、肉類甚至湯入邊都要加蛋黃醬。有一道名菜叫奧利維耶沙律 （Olivier Salad），即係我哋講嘅俄式薯仔沙律。入邊嘅蛋黃醬多到令你懷疑人生。喺蘇聯時期，由於物資匱乏，嘢食種類有限，蛋黃醬變咗令平淡無奇嘅嘢食變得有滋有味嘅魔法醬料。呢一種口味習慣一直延續到今日。另外，俄羅斯人仲特別鍾意食醃製食品，醃青瓜、醃番茄、醃蘑菇。呢個亦係為咗喺漫長冬季可以食到蔬菜而流傳落嚟嘅生存智慧。第14個事實，我哋睇下俄羅斯嘅教育同埋閱讀。雖然我哋成日笑佢哋係莽撞嘅戰鬥民族，但實際上俄羅斯係一個非常有文化底蘊嘅國家。俄羅斯人嘅閱讀率喺世界上係名列前茅嘅。喺地鐵入邊，雖然而家睇手機嘅人多咗，但你依然可以見到好多人捧住厚厚嘅紙質書喺度睇。俄羅斯文學喺世界文學史上佔據住巔峰地位。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呢啲名係俄羅斯人嘅驕傲，即使係普通俄羅斯人都可以隨口背出幾句普希金嘅詩句。呢種對文化嘅尊重同傳承，係佢哋民族性格入邊非常柔軟同深沉嘅一面。最後，第15個事實，關於俄羅斯嘅神秘城市。喺俄羅斯地圖上面，曾經有一啲城市係揾唔到嘅。呢啲係蘇聯時期嘅保密行政區，通常係進行核武器研究或者軍事機密項目開發嘅地方。呢啲城市有代號，冇名，出面嘅人入唔到去，入面嘅人出唔到嚟。雖然而家大部分已經解密，但依然有一啲城市係對外國人嚴格限制進入。住喺呢啲城市入邊嘅人，依然過住一種與世隔絕但福利優厚嘅生活。呢個呢，就好似俄羅斯呢個國家嘅縮影，充滿秘密，充滿禁區，但亦因此充滿咗令人想一探究竟嘅吸引力。講咗呢15個驚人事實，唔知你有冇對俄羅斯呢個國家有咗新嘅認識呢？佢確實有佢罪惡、混亂、冷酷嘅一面，就好似標題講咁，可能會令你感到恐懼，但係同時佢亦都有住溫情、堅韌、深厚同埋可愛嘅一面。真實嘅俄羅斯唔係非黑即白嘅，佢係一個巨大嘅矛盾體，喺冰雪覆蓋嘅荒原上面演繹住最極致嘅人類生存故事。呢度嘅人喺最惡劣嘅環境之下，依然熱愛生活，依然唱歌跳舞，依然相信奇蹟。呢個或者就係呢個戰鬥民族最迷人嘅地方。我哋今日嘅俄羅斯探秘之旅就到呢度。呢篇稿嘅信息量已經非常豐富。希望呢啲故事可以帶你見到一個唔一樣嘅俄羅斯。如果你鍾意呢類揭秘國家真實生活嘅影片，記得點讚訂閱，話我知下一個你想了解嘅國家係邊度。我哋下期影片再見。